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开先来关心监察院长陈菊中风请假已经一冬多，昨立法院也拄召开一场公听会，南北两党的立委拢针对陈菊请假这么久是来提出批评甲质疑。昨暗总统赖清德就回应讲，其实最近陈菊有搁在请辞，今嘛已经同意予伊专心来复健，也感谢陈菊为台湾的民主伫咧奋斗。请辞获准，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菊姐？监察院陈菊请辞，总统赖清德离别参加民进党中央尾假了回应媒体，讲陈菊因为中风身体无方便，第一时间就讲要辞，也考虑到爱互陈菊专心复健，所以请辞有准。想要让陈局院长专心进行复健的工作，所以最近他又提出辞呈，我没有同意，他也希望菊姐能够找到他。赖清德表示，陈菊一生为台湾的民主奋斗，使人钦佩，后续会交予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代理院长的职务。不过，就伫同一天，立法院召开政务人员权利义务法制化公听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指出，现有法制就算讲监察院长一直请假，也拢未受到限制。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制，一个监察院院长没有办法在院长的职位上面履行他工作的职责。可以一直请假，一直请假，请假到他任期届满为止。敢有需要制定政务人员专法？现场的专家学者是有无共意见。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是主张另外设一条政务人员行为基准法，因为若比起县市长会当受到民意甲选拔法的监督，中央任命的官员煞有滥权的疑虑。他们是官派，他们不是民选，他们没有人管，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却掌握了很庞大的行政资源，所以这一群毫无民意基础的这些权力者，才是我们真正要规范的对象。国民党团是希望下一任的院长会当卖有党派色彩，未来爱用上严格的同意权来审查。也有真侪民进党立委也刊文唔甘陈菊请辞。监察院表示，一切尊重院长的意愿，嘛感谢院长为监察职权甲人权保障的坚持甲努力。公视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前几天有一个替代役男食酒醉，去互驾停车司机放伫咧快速道路，结果煞互后壁来的车来甲伊搞死。在检警调查发现，讲这个驾停车司机的讲法，若像无甲伊对同，专案是已经列作重大刑案。这个姓林的计程车司机讲，载着食酒醉的25岁姓温的替代役男，因为伊一直咧占椅仔甲车门，伫咧台六四快速道路要求伊落车，了后是有打电话来报案，结果这个替代役男也是互真侪台后壁来的车甲伊搞过死亡。不过检警调查落去了后，发现这行车记录器显示真侪疑点，无排除这案是对涉嫌过失致死改造无确定故意杀人的罪嫌。咱过来看到高雄仁武有一个查甫人塞车塞正向，而且佫唔管警方要来甲伊拿走，甚至塞车要来弄警察。这警察是当场开15枪，甲人压制落来。结果这个查甫人说是讲，因为伊无下安全带，唔即油门吹落赶紧要选。专案是依照公共危险甲毁损的罪嫌移送侦办。开枪！在哪里？后面。民众塞车挡红灯，听到庆声，惊甲嫌伊破打，原来是警察开枪要砸车。这台黑色轿车原底是驶伫仁武的下海路，因为驶去对面车道，互警察发现砸落来，驾驶刷油门打落随人港，一路走来到三明区的台中1路，互车灯挡掉咧。看到远警约过来，佫想要塞车弄远警看办事唔对，才开枪阻挡。旁边那警察没闪就掰了。当地远警对黑色轿车开15枪，也是互人选去，加在无人员受伤。专案小组远警透暝伫嫌犯睡厝的所在抓着人。警方表示，这名45岁姓李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初步排除食毒食酒塞车，车顶嘛无找到违禁物。不只个嫌犯一路违规个拒检，塞车要弄警察，会按照相关罪名移送侦办。依刑法公共危险、妨碍公务及毁损罪嫌移送侦办，另针对涉及多项交通违规，撤单举发。警方表示，姓李的查甫人讲，因为家己无下安全带，才会遭互原警约，所造成危险驾驶、驶电导向、红灯降罚等6项交通违规。除了爱食75000块红单以外，驾照嘛爱吊扣6个月。
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伫咧中华溪湖，昨有一搭大楼的工地，当咧吊即个装潢咧用的是绳盖板，所以因为风伤透，规个落落来，造成下骹的车受损。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警方表示讲，会来负责赔偿，也有加强公安。因为这案数也有中华管府拢依法要来甲因开罚单。今日的工地封路在做吊挂作业，派人员伫路口交通管制，但顶悬向有大量的轻钢架棒落落来，撼着2台车，其中1台是底架拢变去，车顶是规个猫落去变形。太悬了啦！动力加速度的。路面拢是落落来轻钢架棒工地人员较紧来拼。中华溪湖这个当得起的主体大楼，伫28早起请大型吊车在做吊挂作业，要甲轻钢架棒吊去11楼的时阵，却向规个落落来。是好佳在无去撼着附近的民众，不过这个意外嘛，互附近的居民拢着真惊。我遐物件拢歹去，有无？这面顶啊11楼遐落落来，哦，崩一声声，崩一啦。本公司第一时间已报警并完成笔录，并由专人联系车主，后续损害赔偿。警方表示讲，最近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风浪真大，车牌吊挂作业有照规定来申请路权，而且进行人车的健康，但嘛是无细致发生意外，除了会负赔偿责任，嘛会检讨施工安全。中华县政府表示讲，初步确认因已经违反中华县建筑物施工管制要点，已经下令停工，而且会依法改罚。请他的令停工，然后还会各处那个承建造人新台币18000元的罚款。其他调查去表示，他防止脱落装置是有问题的嘛？他没有防止脱落装置的部分去做检查，做处理。好，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就罚3万到30万。这案处表示讲，初步认定是吊机物放落去的装置无确实装好，才造成意外的发生，会启动劳检，而且照违反这案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搁来看到屏东县万万乡，昨有一台大货车载怪手，咧挖的时阵，那像是因为固定无好势，有一只怪手煞是安尼倒落去，去缀着一个骑奥多麦要去上班的民众，在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怪手倒伫路边，一台奥多麦伫边仔咪咪冒冒，有民众缀伫怪手下骹，伤势严重。今仔早起7点外上班时间，慢慢的信民路有一台大台车载山鸟仔含怪手要去工地，结果要转弯的时，敢若车速伤紧，佮无甲车固定好势，规台怪手直接对大台车车顶落落来，拄好缀着一名骑机车上班的民众。有没有压到人我不知道，我就刚好看到他翻下来，哦，我就想说。啊，惨了一堆骑摩托车上班族刚好经过，不晓得有没有压到人这样子。啊，想到怪兽，想到来变回。我的时阵脱离吧。脱离啊？有放吗？有啊。啊，有放可以脱离啊？可能我弯哪有无？哎，你无看位啊？转弯就对啊。哦，你驶哦？唔是。哦，有缀着人吗？有。啊，人安怎？上病院。骑奥多麦是姓孙43岁查甫人，伊当场就失去意识，送永壮龙泉病院急救，最后不幸死亡。大台车的驾驶姓刘，警方初步判断是因为怪手无绑好势，才会落落来。也若驾驶无酒精反应，警察甲人带倒来派出所做笔录，厘清事故的原因。经警方到场了解，为大货车行经弯道时，后车上搭载怪手不稳掉落，与对向机车发生碰撞。导致机车驾驶伤重。登去事故现场，怪手已经吊起来，不过玻璃破一空，机车后底甲喙糊糊。附近民众表示，因为信民路是要去延山公路的主要道路，出入袂少车有载大型机具，经过这拢要注意车速，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较减少，气温嘛有较回升。伫个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0至23度，中南部是24至26度。不过透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油源是有较寒，尤其中南部得要注意早暗的温差。气象署早起有针对新竹县、苗栗县甲云林县来发布低温特报。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县西，干那7度半。虽然今仔日甲明仔载天气有恢复稳定，不过拜六礼拜又搁要变天，会较到落雨，温度嘛搁再降低。再来关心，疾管署公布讲，国内顶礼拜在类流感门急诊的就医人数是已经超过11万人次，并顶礼拜搁加3.9%。
这疾管署是提醒讲，目前全台完这流感的疫苗是已经存无到13万筒，尤其是伫咧花莲、澎湖、金门、甲马祖是存无到500筒，所以提醒高风险族群来赶紧去注射。诊所内底拢是特别看病的民众，天气寒，流感疫情也爱细腻。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增加14例流感重症，5例死亡，而且类流感门诊急诊人数超过11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加3.9%。小儿科医生指出，除了因为天气较寒，大家洗手的意愿变低，加上休寒，有的家长要带囡仔出国，国外流感当咧流行，风险就会提悬。旅游的人开始变较侪，天气较冷的关系，所以密闭空间的活动会变较侪哈。冬天老师很少人会愿意去外面吹风啦，所以室内活动变多的时候，其实传染就会增加。预防流感、避免重症，上好的方法就是注意放射。疾管署宣布，全国流感疫苗存13万多筒，其中有4个县市：花莲县、澎湖县、连江县、金门县存无到500筒；新竹市、高雄市、屏东县、基隆县也存无到2000筒。疾管署提起这波资料了后就无啊，若是民众有要做，卡手就要较紧的。这一季的疫苗打完就截止了，就不会再有增购，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因为有80%几的重症的都是没有打疫苗的。若流感疫情伫咧春节，敢有可能进入流行期？疾管署认为阁需要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机会无大，因为今年国内做流感预防射的人数较侪，疫情就较袂行起来，民众得当安心过好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肝癌一直是国内10大癌症之一，真侪患者发现的时阵，拢已经上晚啊，要做免疫治疗也无啥效果。台北荣总甲阳明高大研究团队就发现讲，会当对这大便内底一酸浓度较悬的，就会较适合使用免疫治疗，成效会较好。目前每期肝癌的免疫治疗，和肿瘤缩小也是消失的反应率，敢若大约3成。台北荣总甲阳明高大的研究团队对肠、肝臟探讨肠仔的菌甲伊的代谢体是安怎影响肝癌。团队2011年到2014年接受77位病毒性肝炎肝癌的患者，25位代谢异常、脂肪肝炎肝癌的患者，分析检体发现无共成因的肝癌，肠仔好菌无共，不过都产生相共的关键代谢物乙酸。乙酸事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那这个醋酸，它的细菌能够代谢产生比较高的醋酸，它就能够让这个免疫反应能够提升。团队发现，乙酸高度高的中华期明显延长2倍以上，会当正做看病因的通用预测因子。各地全球的学者拢拍拼找生物性的指标，帮助体检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乙酸的高度会是一个好的生物性的指标。一开始是不是就适合做这个免疫治疗？那或者是他开始治疗免疫治疗，他的乙酸的浓度太低，我们是不是改善？比如说借由一些益生菌或后生元的方式，那去让它的乙酸提高，那就有机会让我们的治疗疗效更好。那希望到最后，即便我们的肝癌是从 BC 肝炎就是转变成脂肪肝，那这些病人虽然说状况不一样，都还是可以有同样加惠的效果。黄义雄教授指出，使的乙酸会当正做非侵略性的生物标记，用来提选适合免疫治疗的患者。未来也通透过补益生菌，也是细菌代谢了后产生好的代谢物，来改变免疫治疗的抗药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国境论坛让高档搁再启动，国民党打算2月初2到初4要带团去到中国北京来进行智库交流。过来是自由时报，高铁的载运量增加，今年8月打算要引进新的列车，明年8月正式投入营运。另外，高铁左营基地也起造第2间检修厂。落尾是中国时报，苗栗后人的大排日那个时阵发现去互乌白等200多只鸡的尸体，检验确定有挖到禽流感，而且初步掌握是来自台中的鸡条。这苗栗县长陈东锦指示讲，要彻底来调查。好，咱过来看到台中丰原一间两鸡场是逼出大量的鸡仔死亡，检验是禽流感阳性。这农业教授甲这3公里内范围隆重消毒鸡条内底鸡仔嘛，隆重爱灭掉。针对业者有安抗疫情的代志，无照规定来处理，也拢会依法来甲因开罚单。
防疫人员穿防护衫，伫爆发鸡仔禽流感的案场详细清消。台中丰原这个两鸡场，互民众举报有鸡仔大量异常死亡，也亲像台伫两鸡场的拄定内。市府稽查人员日白透早就去了解状况。集合证要给我看一下吧。转过去，另外一面。长风捌团员台中丰原这个两鸡场，死鸡仔数量大约1000多只，互附近居民真紧张。政府日来接到民众举报，离市动保处就去了解，搁采集检退了后送检，也对这个两鸡场做移动管制，日被确认鸡仔是禽流感阳性。它有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哈，就是它有一些窘迫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的动保处的人员现场看到，大概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市府表示，目前已经成立前进指挥所，加强其他171个鸡场的轰炸甲防疫，已经捞出的鸡卵也会追踪，搁回收销毁。市府调查。这个案场大约有1700只鸡仔死亡，场内目前也有7000只，会等待兽医开许可了后捕杀。按照死亡鸡仔，无依规定送化制处理，会以特别法裁罚之外，业者无主动通报，也涉及稳定，除了无被补偿，也以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50000至100万罚金。但是发生这个事情没有进行主动通报哈，以及进行相关的这个销毁作业哈，那我们会开罚。应该是管理的问题啦。系啊，这个空中往来给监弄的意外啦，怎么去防堵它？就是把自己生物安全做好些呢。苗栗县日内伫后龙庄外埔大排水沟发现红弹条 A 死鸡仔235只，当地采样送检了后，日白也确认H5N1 阿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苗栗县府表示，将阿型归人初步迹象是来自台中地区 A 市鸡场，已经甲台中市的相关单位联系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咧网络会看到这小型焚化炉的广告，伫咧怀疑讲这款的物件到底敢会当？环境部查落去发现，竟然是有150条这款的广告，也强调那是违法伫咧设置焚化炉烧物件，甚至是制造空污，上当时会当罚到2000万，已经发函互民册，要求甲这寡违规的大文甲撤掉。情况哈。它处理起来是没有烟的，而且速度很快。影片内底介绍这个小型焚化炉有偌好用的口碑，有明显的中国口音。另外，这个影片嘛同款中国口音，咧推销讲焚化炉有偌高烧海绵汽车椅子啊，甲汽车椅座拢会当烧，而且无烟。橡胶、塑料广告牌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只要是易燃的，都可以用我们的无烟炉来进行处理。面册顶面类似的影片真多，有的单纯是短影片。为是伫影片内底介绍欢迎加来联络，记者和业者联络，业者快速回答，表示讲这款小型焚化炉有得买卖，而且是中国制，介绍是5万、95万不等。不过环境部早就宣导讲，违法设置甲操作焚化设备，相当罚2000万。也因为它没有污染防治设备，可能对我们的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尤其燃烧过程很容易造成戴奥辛的产生及粒状污染物及重金属的排放。像这种小型的焚化炉在运作的时阵，明显有绿色的黑焰，代表内底有氯会产生戴奥辛。另外，无废弃不清理证照用这款的焚化炉，相关会当处5年有期徒刑。环境部表示讲，已经请民册退掉相关的广告，要求将这些广告下架，并对于相关连结予以封锁。民众如有发现非法设置焚化炉或焚烧废弃物的行为，请立即通报。目前全台湾也未查到有人违法购买使用，不过各地环保局拢有接到民众打电话来问讲，用这敢有违法？环境部讲，这是省钱的好cases，颠倒是违法的陷阱，已经操作到超过150支类似的影片甲广告，到2倍为止，各会当看到部分广告也未提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到，意大利南部最近是受到热带气旋的损动，伫咧西西里岛一个小镇，佮引发大规模的崩山，有真侪人家厝是拢已经伫咧山坎边啊，强要崩落来。当局是赶紧来撤离超过1500个人，初步估计这热带气旋是已经造成20亿欧元的损失。对空中画面会当看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尼谢米镇严重崩山，大片的人家厝剩一半，佮经伫咧半空中，边有几台车辆也强要落落去。消防人员协助居民爬登去厝，赶紧甲行李款款的
已经住买几十年的厝，这是时间都无去，居民惊吓无助，暂时撤离到安置中心。Sono momenti troppo perché io ho amiche intime veramente da una vita, abbiamo studiato assieme tutto, che hanno perso tutto. Hanno perso ed è una cosa straziante, veramente.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坐直升机巡视灾区，宣布当地紧急状态。边防部门警告，因为地下水也未消，整个山坡地是真无稳定，随时可会出去。伫咧邦山附近的所有人家厝拢袂使搁住，因为无可能搁转去。官方评估，这条邦山所造成的损失，恐惊有到20亿欧元，新台票大概是748亿，要重建是非常艰难。Un dato è certo, la frana è assolutamente ancora attiva. Io stesso l'ho documentata col mio telefono mentre facevo il sopralluogo, quindi è chiaro a tutti che la situazione è particolare, davvero veramente molto complicata. Lei dice definitiva perché crolleranno le case che stanno sul ciglio? Allora, non so se crolleranno oppure no, ma è chiaro che se una casa è sul ciglio non potrà essere abitata. 这条灾难也引起土地过度开发，甲政府长期无看重地质风险的强烈质疑。居民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长期安置甲重建的计划。公司新闻陈伟仁、刘选编译。美国的电商平台 Amazon 28宣布讲要裁掉全球16000个员工，这是3个月来第2件的大裁员，打算是要用 AI 来取代这个劳工。另外，也因为 Amazon 的这个货运量减少，美国的快递公司UPS 27也宣布讲要裁掉3万个职缺。Amazon 去年10月底辞掉14000个员工了后，28搁再宣布大裁员，这届是要辞掉全世界16000个员工。包括主管级、行政、人资等等，因为公司已经打算要用人工智慧取代员工，也减少疫情期间所加请的亏。Amazon 人资科技资深副总裁葛雷提表示，公司打算要减少管理级，提升基层自主文化。因为疫情期间有数百万人伫厝上班，网络消费大增加 ，Amazon 的员工人数加倍，即马疫情过啊，就应该要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媒体报道，伫咧3个月内 ，Amazon 的2届裁员，拢总裁掉3万个员工，将近全公司办公人员的10%。另外，公司也有150万个负责配送佮仓库的员工，是拢未去影响到。这届裁员也是自 Amazon 2023年裁掉27000个员工了后，才上济一届。另外，美国快送的大公司优比数为着加速转型，也宣布今年要裁掉3万个员工，上无要关掉24个营业据点。这届裁员是自去年2005年4月启动业务重组转型计划一部分。公司为着要降低成本、并管利润，去年因就先裁掉48000个员工，关掉93个营业据点。优比数准备要甲公司的业务对 Amazon 的包裹快送改做是利润较悬的货运业务。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最近是小耍来发生2件移民执法人员开枪弹死民众的事件，引起抗争。有外国媒体调查落去，就发现讲，这美国边境巡逻队甲国土安全部头先对外讲法是去互找到证据来突破，但是引起民众的不满，也去冲击到国土安全部的公信力。An individual approached U.S. Border Patrol agents with a 9mm semi-automatic handgun. The agents attempted to disarm the individual, but he violently resisted. 指挥官博维诺伫司法系列的记者会，确定护理师普雷蒂伫和边境巡逻港员连开10场大死进前，手提是半自动武器。白宫副幕僚長米勒同一日也伫 X 平台發文，講普雷蒂是恐怖分子。也毋過根據路透社以現場影片做的事實查核，普雷蒂放刺佇塗骹時，手握的是手機啊，並毋是槍。雖然迄日確實有炸槍，也毋過放大死進前已經互警方摕走。因為採取另外一件盧卡斯內尼古德和艾斯幹員當時的事件中，國土安全部長諾姆也伫記者會上，以盧卡斯想要殺害也是傷害探員，甚至講這是國內恐怖主義行為。也毋過路透社根據現場影片也指出，古德的車其實無朝向伊開槍的艾斯幹員都是方向駛。And so that calls for a very serious and thoughtful response. And what we've seen is the lack of tha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the lack of commitment to the truth, and it undermines the public trust. 就伫这个时阵，美国边界附近的亚利桑那州，佮发生边境巡逻队枪击一名人口走私犯，也毋过这名嫌犯是先向联邦政府直升机开枪，了后佮甲港员交战才受伤。
对爱世抗议一直扩大。为落实的美国明尼苏达州探小到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加工厂，也促使川普政府展开危机处理，伫派遣一向有边境线防治枪的货曼去明尼苏达州了后，北京官员透露，上尾目标是渐渐缩减爱世规模，最后脱离人权。川普本人也伫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伊的后经济降温虽然川普表明伊无认为内地是刺激加上明尼苏达州甲联邦法律无禁止民众伫和平示威中随身炸枪，也不过川普也是认为伊无应该炸枪。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伊朗重新针对核武来谈判，而且呛明伊朗若是唔肯谈判，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目前伫咧中东地区的美国军舰是已经增加到10只。白罗斯有走私集团放出大量的鸡龟仔来走私粉，致使立陶宛的机场紧急关起来，超过1700个旅客受到影响。也有一个警员伫咧掠走私集团的时去互弄着伤。另外是印度爆发200病毒的疫情，这款病毒可能会引起发烧、脑炎、致死率真悬，包含泰国、新加坡、香港，也有马来西亚等等，拢已经加强机场的体检。来看到经济部长金明谦去美国来参加台美经济欢迎会谈一段对话，佮有签订和平甲经济合作的联合声明，要讲定真济和台美企业的合作。咱来听公司国际记者朱济报道。经济部长金明谦访问美国华府，礼拜去到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演讲。金明谦重点放伫咱大力推动飞航供应链，佮展出前一天伫咧经济欢迎谈判对话 EPPD， 甲美国国务次卿海伯格的相片，展现台美对话成果。那里面讨论了非常多的，刚刚提到的 AI 要怎么样合作，飞鸿供应链要怎么样建制。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对话跟探讨，而且有很多的结论下来。它奠定了除了这个商业上的利益考量之外，它是一个政府对政府对于未来5年、10年所界定的框架出来。台湾跟美国的企业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上，非常安心的跟笃定的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台美关系超好势，金明谦参加27举办的第6届 EPPD 会谈。所谓基础建设方面，台美同意伫架轨道卫星、海底电缆方面合作。今日无人机供应链是交予咱工研院甲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签订授权评鉴等协议，加入国际认证。川普政府就任了后，推动式和平宣言 Pax Silica 对抗中国 AI 产业链。这届台美签订双边联合声明，达成共识。当飞鸿的供应链需求这样的趋势产生的时候，台湾的被需要跟台湾的能力就可以展现出来。因为全世界来讲，除了中国之外，另外可以在短时间，在生产面的供应链可以很快的 build up 起来就只有台湾。EPPD 会后，咱经济部甲外交部发布声明，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伫咧相关经济倡议当中是重要谈判。台湾的先进制造伫咧 AI 产业更加是重要角色。咱政府是表示，要甲美国做伙来催促飞航供应链。不过，美国国务院敢若表示，要伫供应链安全甲台湾合作，话是讲了实字。美国特别重视对中关系，华府也惊讲台湾的供应链会受到中国地缘政治的威胁。金明谦强调，台湾非常安全，也公开前一天去见美国参议员苏利文的这段对话。当中国在打飞弹的时候，他在航空母舰上，他从那时候就支持台湾，他现在仍然支持台湾，所以对台湾而言，我们不担心有地缘政治这样的挑战。苏利文因过伫海军陆战队30年，来自阿拉斯加选区，大力推动当地天然气出口。金明谦也搁再强调讲，台湾增加进口阿拉斯加天然气，保证能源的供应安全。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张台股阁创下新冠纪录，是收伫咧32803点，因若台积电是起到1820块。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达是创下有史以来一个月起超过3000点的纪录。专家认为，这拢是受到半导体带动。对1月开盘以来，台股是一直走悬，日内台股开伫32381点，中场阁创新高，收伫32803点，大起485点。根据统计，台股对1月以来加起来已经起超过3100点，无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大起1成，有可能创上厉害1月的高点。
这一波的创高完全就是由半导体类股在带头冲，那反映在台股跟韩股上也是如此，记忆体的报价持续上涨的一个趋势。目前来看的话，这种短缺的现象应该到今年甚至明年都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改变。在此之下的话，市场就会去定价它未来的一个获利空间还是相当正向，进而支撑股价维持在相对强势的一个阶段。观察宽达股台积电日八是以1790块开出来，盘势一路走悬，落尾收跌1820块，起40块，改写新关价。规个来看，欧洲股市，南韩、日经和香港恒生指数嘛是走势正强，其中南韩今年的起伏上大，台股起伏是伫亚洲排第二，只是持续创关走势。有专家分析讲，电子业基本面表现正强，含台币关税15%，免塔加定案，这拢互团散蒙底复苏的可能性增悬。暗算最近台股价格可能出现高档的震动，大幅回档的几率较低。除了股市表现好，台币换美金的汇率走势嘛正强，收跌31.32块，强升1.5。股市表现加上外资应该觉得可能要例如说布局红包行情，或者是有一些准备要进来热钱回流的影响，所以呢带动了台币表现特别强势。外汇专家表示讲，除非美国的联准会在这摆决策会议内面宣布升利息，或者是美国一寡公司发布的财报无理想，代表的汇率才有可能出现变化，无对股市的风险低，代表走强的机会同款加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前友邦洪都拉斯的总统当选人阿苏胡拉是伫咧27来宣誓就职，强调伊上大新的任务就是要来改善民生的问题。也因为伊伫咧竞选的期间，把话讲，若是当选要和台湾来恢复邦交，敢真是咧安尼做，外界拢咧看。洪都拉斯的总统当选人67岁阿斯夫拉正式宣誓就职。阿斯夫拉讲，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改善产假、贪腐、治安和医疗这民生问题，强调要用务实的态度推动改革。No más división, no es con insultos, con venganza, con odio que vamos a salir adelante. Eso no puede ser. 去年韩国的大选，阿斯夫拉得到美国总统川普大力压天，就算规个投票算票的过程真乱。落尾阿斯夫拉同款是以26000票的差险险来赢对手，和川普伫拉丁美洲的政治盟友国家一个。阿斯夫拉正正嘛到华府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阿斯夫拉伫竞选的期间是发出要和台湾恢复邦交，推翻前任总统卡斯楚伫2023年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的决定。即马阿斯夫拉敢会兑现这个承诺，和国家是关注。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态度是真正面，嘛讲期待台方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中国驻韩国大使是发出参加阿斯夫拉就职典礼做会翕的相片，洪认为想要展现中方邦交无变化。阿斯夫拉总统对我友善，未来也将以开放务实以及不预设前提的态度，基于平等互惠，推动与洪都拉斯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快，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这次美国给的压力很大，这个阿斯夫拉一定要先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学者分析，新任总统上台一定都要先处理韩国国内真侪挑战，虽然大家拢想要看到台韩复交，但恐惊是无法紧。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造畅水南海鲲号拜完成潜水潜航的阵地海上测试了后，台船正式讲在海鲲号今仔日要来进行头一届落水潜航测试。这届海鲲号畅水测试拍算是要创到50公尺深，而且接落来阁要进一步来创到200公尺深。台船拍算要伫咧今年6月底进前来交船。另外，也有伫咧网站来解说讲，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咱国造畅水南的建造速度其实也算紧，这经费也无算介悬，配合图表来回应各界质疑。另外，国军过年加强战备操演，这空军嘉义基地是来操练 F-16V 战机起飞去炸解放军个转来装飞弹定载起飞。另外，伫咧地面的部分，也有电视快跑的系统，利用雷达来找到目标，甲这战机、飞弹、无人机拢总炸落来。指挥官下令武管理员即时甲挂大车驶对 F-16V 边快速装挂飞弹，开予防空外用，互战机会当再度上天对敌。
反制攻击袭扰，空军展示 F-16V 的潜力装挂。我们可以看到，在战机的翼尖的部分是搭载了这个 AIM-12洞飞弹，而在它的内侧则是响尾蛇飞弹，这就是用来对付共军的防空构型。AIM-12空飞弹是具备射距外射后不利的空对空飞弹，用来反制中机。另外，内侧是挂响尾蛇飞弹，有空对空的拿炸能力。地勤人员完成弹药警报，交由飞行官执行360度机身检查。上大的特点是由女飞行官执行任务，使 F-16V 守护领空。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第2天，空军模拟中机绕台，加强基地 F-16V 飞上天交战。会场了执行战力增挂，快速配合战备。F-16飞行员也会执行各项的模拟机的紧急训练。那大家在空中遇到这样子情况的时候，紧急程序的 SOP 来做相关的执行。那也利用我们的备援的装置来飞回本场。透过潜力装挂作业，能够在战机在自空、自海及对地任务间快速切换，以应对瞬息万变战场情势。模拟防空警报1个响起，地面防空部队赶到战术位置，启动35快炮系统，负责执行中继空战的防护任务，是基地最后的防线。天兵雷达一旦降时阵，追踪8批上有威胁的目标，做360度的搜查，搜查距离22公里，国引导撤销飞弹35快炮，大炮合意进行交战。针对中共无人机威胁，空军也有对策，透过升级35快炮，利用耳黑的弹进行反制。我们在战备当中使用的都是耳黑的弹药，会有形成一个弹幕，去有效拦截了敌机以及巡弋飞弹，以确保我们机场的安全。由天兵雷达做预测点距离的计算。那计算之后，由排长决定是由麻雀飞弹发射架接战，还是由35快炮接战。中国直直侵扰台湾，按地面到空中，弄空军的身影，战备无浪站，随时守护家园。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去年的载运量是创下新高纪录，头一天超过8000万人次。预估伫咧3月，这累积的载运量得超过10亿人次。因为针对这高铁要延长到宜兰，引起质疑。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回应讲，相关的数据拢有经过专业的评估。车站内的人来来去去，无论商务也是回乡，长途也是短途，愈来愈多旅客坐高铁路南上北。尤其去年的旅运量创新高，头一摆突破8000万人次，来到8207万人次。另外，将近20年的高铁累计总运量，伫今年3月会当破10亿人次。短程的话就开车，长程例如说由北到南这样子，那可能就是搭高铁比较快。南港到桃园青埔嘛，大概半个钟头而已啊。凭良心讲是快很多啦。高铁运量创新高，铁道局工作时阵当咧推动高铁延伸计划，期间风波不断。屏东的部分拿地点了争议，讲质疑和高雄市区再度陷入交通黑暗期。另外，宜兰的部分受前交通部长何丹丹批评讲，铁道局美化数据，神化高铁。贺陈部长担任过交通部的部长，交通部的数据可不可以过度美化？他应该相当的清楚。他在部长任内的所有的数据有被美化过吗？好，应该不会啦。哈，我认为交通部所有铁道局所提出来的数据都是有依据。面对质疑，交通部长陈世凯讲，铁道局的数据拢有根据，而且找专家学者做伙评估，强调相关计划专业甲理性评估，无需要来质疑。欢迎关心高铁延伸议题的人，会当理性就现实面来讨论。可能陈部长还没有机会去看看说108年当初铁道局所提出来的建议，跟他现在高铁的变动，这里面这个消长有多少事情是基于事实的，有多少是要继续去美化。政策上的这个交办，专业上面还没有经过完整的了解以前，我们也希望陈部长不要贸然就已经下了结论了。之前的可行性研究的报告，竟然跟现在刚刚审定通过没多久的综合规划报告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就可以完全看出来，就是先射箭再画靶。高铁延伸宜兰引起的反对声音，包括停驶有欠点、效益评估灌水。含地方沟通无够，超工无讨论北移直梯等，批评讲这是错误的政策。何丹丹要伫29含几个公民团体做伙开记者会，专案继续在讲解。记者综合报道。南海公路定定修好，搁登去修好，搁登去，或者部落也是定定咧变做孤岛。当地明北起落桥雨大水冲腾去了后，经过2到4个月，交通部是开6亿来打造新的桥，伫昨正式通车。
家做伙揪下红布条，伫部落基路的见证之下，第23高雄桃园连接勤和里到复兴里的全新桥梁活白下桥，2八下晡正式通车。看到经过新桥总算起好啊，以后免阁提心吊胆驶伫溪底变道。居民真欢喜，讲无论是农产品的运送，还是囡仔要读册，拢免阁烦恼啊。如果有这样安全的桥，我们就不用这么担心，只要一下雨，我们就不用那么担心说要马上上面的学生就要用线上的课程方式。你在冬季的时候没有雨季嘛，刚好5个月可以通。你在夏天的话，在6月开始就不行了，又信息来了。第23南怀公路因为莫拉克风台损断惨重，随望中央2017年有做一班民霸铁路桥来串联桃园区的后山3里，不过因为2021年起小连续几路的风台，甲桥冲断了。交通部克服环境甲技术上的困难，经过2年4个月，隆重开6级，重新打造这班280公尺长的新桥活白下桥，希望会当让当地居民有一条安全出入的路通行。不管过程有多辛苦、多艰难。不管天灾有多严重，为了家人要回家的路跟桥，我们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交通部表示，为着要避开玉水溪的漏水冲刮，活白下桥主要的桥墩有130公尺长，而且嘛个道路纵贯20公尺。后续会阁对桥梁的基础加强保护，让当地居民唔免阁烦恼无路通行。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北市推动好运专车服务，已经陪伴3万的母亲来行过怀胎生囝的过程。今麦台北市政府阁宣布讲，对3月初3开始，Uber 嘛要加入好运专车服务，提升派车效率。有新的妇女出门坐车要爬悬爬落，大身大命真无方便。台北市政府对2023年开始推动好运专车，补助每一个有新的市民，通有8000块的坐车金。市府表示，到达已经服务超过3万的有心人。平常其实就是我现在最近出门基本上都打 Uber， 因为就是如果挤来挤去，然后大家没注意到的时候，就会比较危险。台北市政府宣布，好运专车要扩大服务，对3月初3开始，除了台湾大车队、大都会车队等等，即马好运专车阁要和 Uber 合作，希望透过多元车队的选择，提升派车的效率。针对7岁以下囡仔 ，Uber 要提供儿童安全座椅的服务。Uber 的加入，让我们的服务量能、服务的车辆数呈翻倍的成长，从原本的15000多台提升到34000多。让所有孕妈咪有儿童安全座椅的车辆选项。台北市政府指出，目前 Uber 服务的范围是营运的16个县市，满足有心人需要跨县市的需求。伫产检到生囝了后的6个月，拢会当使用。市府讲3月初3这天，近200名叫 Uber 有心妇人，拢会当摕到1000块的坐车金，希望鼓励民众加使用。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伫咧高雄的凤山国中附近一个路仔口，有新种真需要过车路的时阵，因为这路介宽又搁特别红灯啊，有一个学生囡仔是骑脚踏车经过来甲伊斗相共，陪伊做伙过大路。这个画面去互民众翕起来，引起讨论。学校又表示讲，这个学生平常时就真热心，公开来甲表扬。车顶秒数剩10几秒，准备过路的新种朋友也未到过路线中的分隔岛，高中生江东二骑车发现，以脚踏车互新种朋友做伙行，一直到分隔岛遐。他常常要过马路买东西啊，只是因为他好像都用爬的，没有在坐轮椅啊，这样比较危险啊。小朋友会帮他开路啊。江东二做公德的影片，互经过的车记录落来，网友将影片分享伫社群，引起讨论。还有人写批且好好表扬这个东二的善行。他就叫我先不要管他，然后先回去吃饭，对啊。然后我就是对，后来就是还是有。就是等他过完马路，然后我再。热心的江东二今年国三，输当时是中昼，寒假辅导结束要回去厝里，行过这个大路口的时，发现这个新种朋友，引起网络讨论，嘛，互避暑的伊讲有淡薄紧张。不管我们是在课程，或者是在我们的大朝会的宣导，以及老师们的分享，我觉得还是
都会在学校的生活里面都是有感染到的。学校表示，校内长期推测重视社会情绪学习的校定课程，希望囡仔同理他人，拍开感官感受4科维亚的需求，共同学的善行体现教育的成果。一辈由校长颁奖真鼓励，全校一批的师资嘛再次公开表扬。公司新闻王柔伫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文化总会是用办道的概念来翕影片，互各界了解台湾有真济有实力的产业，就亲像一出又一出的好料理，也望来发展亚洲创新投资平台，鼓励台湾的产业同齐来打造护国山脉。我们跟街头艺人不太一样，是安怎不敢？我们是一个职业的表演剧团。伫本岛甲观众介绍国内真有代表性的马戏团福卡萨，一定少年家伫2011年创团一部一卡印甲台湾马戏团组起来，甲当已经去过8个国家城市演出。这是中华文化总会甲证交所合作拍的系列影片创新办岛第1集，希望透过文化力量带动外界更较关注台湾的各种新创产业。创新从来就不是说看起来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你与这个社会有没有更多的连结，让更多人愿意靠近，然后愿意理解我们，然后一起想象未来的一个可能。文章这届用台湾办道的概念，希望让外界了解台湾但科技一定也有真济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甲人才，就那像一出又一出的好料理。证交所身为证券市场的营运管理机构，嘛希望结合文化创新的眼光，甲发展亚洲创新投资平台，鼓励台湾济新创产业同齐来打造护国群山。我们透过影像的力量，让大家看见，不只是创新的人才，不只是文化的产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态度，如何不断的向前。我们除了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在创新板上市，得到资金的攫注，变成我们刚才提到的护国神山群们。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影片的推出，我们去发掘台湾有更多的新创的力量。文总希望透过影片、无共主题甲专业领域，对国家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等等的层面，让济民众了解无共新创产业安怎用创新的方式向世界公认台湾的故事。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的奇美美术馆头一天甲大英博物馆来合作，要推出台湾上大规模的烦恼特展，现场是展出拢总280件的珍贵文物，要带大家做伙来见证古埃及的历史。今年这尊赛提仪式王权坐像，是大英博物馆保存上完整的烦恼雕像之一。王冠顶的圣蛇向天守护，设伫咧衣腰的牛钢尾代表王权甲力量。奇美博物馆头届参大英博物馆合作，设台湾历史上上大场的烦恼文物特展，一捆头顶280件的宝藏，对珠宝陪葬品、石雕、原木到文书配件，拢看会到，涵盖56个烦恼时代，见证3000年的古埃及历史。以往可能比较聚焦在一些墓葬文化，那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主轴是以法老这个王权视角来诠释这一次的展出。展场规划7大单元，用灯光、布置文化甲音乐来打造古埃及的气氛。来参观的亲像甲烦恼的一生拢了解啊，对烦恼是安怎互人当作是神派来的人，伫神庙做大祭司，到王后、王子、公主的生活状况，去看到大规模的行政体系安怎统治国家，到上尾伊人死去要安怎互伊永生的单元，互观众会当知影古埃及人是安怎伫伊在生就开始为死去的世界做准备。Well, at the British Museum, we're really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people and getting people's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come forward. So when we developed this exhibition, we wanted to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our collection, which really highlighted the pharaoh himself or herself, and get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ho the person was behind the double crown. 展览对1月2号开始，不过早着真侪人咧注意，10万张的新买票早着互抢了啊！官方按算，逐工参观的人会当有3000个。大英博物馆团队讲，对1753年创馆以来，一直想要甲世界文物的资产参大家分享。那奇美博物馆嘛，希望透过展览，伫咧欣赏古代文明的时阵，卖当思考权力、信用，甲咱即卖即个现代社会连接。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
法国巴黎启用头一条城市通勤内用的流动车，拢总有4.5公里长，对这郊区去到巴黎市区的车程，原地爱40分钟，是缩短到剩18分钟，而且起坐成本只要地下铁的1/10。几条4.5公里长、加强式5个站的城市通勤流动车，伫法国巴黎都会区正式启用。用过流动车的功能是协助游客盘山过岭去观光景点，打山变做连接郊区各城镇到市区的新选择。即马流动车驶的路段，原底是要增加公车的车帮，或者是搁起一座新桥来连接。毋过当地共有火车、高铁甲高速公路啊，若阵搁要伫地面开发新的交通，实在伤费气。毋过流动车会当无受弯弯翘翘地形的限制，互郊区往市区的通勤时间，对原地坐公车也是洗车要40分钟的车程，即马敢若需要18分钟。Et aujourd'hui, vraiment, je suis extrêmement heureuse parce que je sais le bien-être que ça va procurer aux habitants du Val-de-Marne qui vont gagner 20 minutes de trajet dans les bouchons, dans les bus, dans des bus qui sont à l'arrêt sur les routes du Val-de-Marne. Donc vraiment, pour eux, 40 minutes dans la journée et un transport hyper qualitatif. 法国目前有7个城市设通勤的流动车，全新的C1除了是目前欧洲上长的流动车，也是大巴黎地区第一条用来通勤的流动车。起地铁需要10亿的欧元，大约是地票37亿；也那空中的流动车，敢若需要1.38亿欧元，大约是地票51亿。另外，逐工来回计共出动105个车厢，每一个车厢会当坐10个人，按算一工有11000名的乘客会当受益。C1空中流动车伫上下班的高峰时间，30秒就有一班，1点钟按算会当载1600人，而且采用无障碍的设计，互行动无方便的人甲老人拢会当坐。另外，票钱甲公车佮地铁同款，一抓2欧元，大约台票74块。当地居民讲，坐这只流动车好亲像观光客要去厝市场同款，可以当对顶面看规个城市的风景。公司新闻新录培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23度，中部地区12度至24度，南部地区13度至26度。东部地区14度至23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